我绝不食言。停！这两个圣国人耍什么花样？都尉大人，我们在此恭候多时了。空城之计，故弄玄虚。是不是故弄玄虚？你义兄没告诉你吗？呸！别把我跟那个废物哥哥相提并论，他不配。那我配吗？你是何人？报上名来。我乃北列大将军宇文武。大胆！义父的名讳也是你能叫的吗？儿啊，不，私下里我应该叫你小小。其实你我之间的感情这么纯粹，大可不必用父子关系来掩盖。这小子怎么会知道？快过来呀！你以前不都是直接跳到我身上的吗？闭嘴！唉，这天下的感情啊，终究是爱情最不牢靠。看你一身抱负又有何用啊？至今还没我那个废物儿子官大，只做了个小小的部都尉。有的人啊，14岁就官拜水军大都督，有的人40老几了，还是个部都尉，一块石头都能被封个盘固侯。一个人40老几了，还是个部都尉。我宰了你！有人5岁能称象，有人6岁变贤英，有人8岁肯让梨，女子还偷邻居的鸡，有人10年寒窗无人问，一举成名天下知，你是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梦醒时仍两行泪。你15出家没庙收，16当爹把拳头，20举身赴青楼，25相府学牙走。你说卖身谈理想，谁料有爹忘了娘。那将军之位遥遥望，来日太漫长。看情郎爱把你亮，你作罢又何妨？何必区区那部都尉40老几，还没名堂。都尉大人，您没事吧？不许再叫我都尉大人，再想到我杀他全家。赵启龙和李勇怎么还没过来？我不知道啊，应该快到了吧？你究竟是何人？我不都说了吗？我是你爹。你是村夫，休再饶舌！别以为我不知道，骆大将军早就死了。不赢！那是不光闪电，杀神不死！他不是死了吗？活着！死了吗？小小都尉，谁给你的勇气敢跟本将军这么说话？不可能！你少给我装神弄鬼！上！我们包围了！爱云将面对先遣队在此，奉你丞相之命，速来支援。爱云将面对先遣队在此，奉你丞相之命，速来支援。还好当时没放圣僧家吃亏啊。只闻小儿缴械不杀，只闻小儿缴械不杀。错了，我今天就是要将你们碎尸万段。如此世界丞相，我真是杀神入石。都尉大人还不明白吗？我们李大丞相与陆大将军情同父子，怎么可能为了你们北列杀掉他的义子呢？这是他们俩下的一盘大棋，目的不仅是为了收复火风堡，更是为了剿灭你们追风营，断北列一臂。你胡说！胡说！要不是李丞相，我怎知部都尉大人这么多有趣的私事啊？给我杀光，一个不留！等等，先别动手。陆大将军，
你我各为其主，拼个你死我活，不如各退一步。东北不可！闭嘴！利用这次我本就不信，要不是赵启龙那个蠢货。都尉大人，现在这情形，我们为何还要与你谈判？狡兔死，走狗烹。你们的李丞相早就对虎豹营有所忌惮，什么父子情深，只不过是因为有我们追风营在，他才没有与你们撕破脸。追风营与虎豹营并存，才是你我二人的保命符。副都尉大人所言不无道理，还请陆大将军定夺。宇文小儿，再敢踏足我大圣疆土，斩你头颅成酒！多谢陆大将军，撤。更大的风暴马上就要来了。没有皇后娘娘懿旨，任何人不得踏入火凤堡。皇后，大圣根本就没有皇后。皇后信物在此，你还有何话要说？丞相，凤牌怎么在他手中？阿渊，你们巧计退敌之事，本相听说了。事急从权，你又刚服新丧，本相不会追究。这可如何是好？丞相所犯之事，本宫却不能不追究。放肆！你伪造凤牌，假冒皇后，按律当斩。伪造？有些人就是西贝货，自然识不得真。李丞相，你说这凤牌是真还是假？不管真假，按大圣礼法，没有册封诏书，一律做不得事。陆长公，你僭越了，听到没有？虎豹营兄弟，若不速速将城门打开，抓住这个假皇后，一并按谋逆之罪统诛。杨某只信凤牌，只听皇后娘娘号令，不能谨遵皇后娘娘号令。反了，都反了！丞相，我这就回营传令，灭了这些逆贼。慢着！本宫随你们回去。皇后娘娘，不可呀！为了火风堡，陆氏已经牺牲了。若此时再起内讧，岂不是让北离趁虚而入？杨副将，末将在。从今日起，虎豹营由你统领。杨副将，你与陆氏年纪相仿，身形相似，假扮陆氏非你莫属。沈御史，这合适吗？合适。选择杨副将你，不仅是因为你外貌身形与阿史相似，更是因为你爱国的一腔热血，无私无畏。这一点，连最爱与你作对的范副将都心悦诚服。这虎豹假面意味着更多的责任与担当，切不可再事事鲁莽。末将愿追随将军之遗志，保卫大圣，镇守火风堡，寸土不失。末将遵命。丞相，待会江都处置了这个妖妇，咱们再率大军压境之日，必能一举拿下虎豹营。陆大哥，你总是说我做事毛手毛脚的，我下手没轻没重，会不会弄疼你啊？其实那天在火风堡，我说的话都是骗你的。我最讨厌你去打仗了，为什么肩负重任的不是别人，是你？我根本不想你做什么大将军，我
只想你好好当我的陆大哥。陆渊的婢女呢？找到一并抓走。是。楚通长，我已经交给了山里一户值得依靠的人家暂养。陆大哥，你放心吧。李丞相下马接旨。李丞相，这是陛下口谕。那还能是谁的口谕？礼部背着我搞什么名堂？传陛下口谕：朕骤施猛将，卑不自胜，着令李庸等即刻上朝觐见。参见皇后娘娘。皇后娘娘玉体金贵，此行受苦了。李丞相还不放人？李丞相可是要抗旨不遵？臣领旨。5年未见陛下龙颜了，陛下天子为眼，大圣又有希望了。哎呀，真是太好了！李庸，你可知罪？臣所犯何罪？这第一宗，以下犯上，诛尽皇后。微臣拜见皇后娘娘。陛下，按大圣礼法，皇后应有正式册封。臣只说嗦。朕最讨厌这些繁文缛节。是朕亲手将凤牌交给陆长公，难道还要经过你的同意吗？臣还没轮到你说话。
朕再问你第二宗罪：你勾结北列，通敌叛国，杀害大将军陆石，罪不容诛。陛下，陆大将军身死实属意外，臣亦痛心疾首，夜不能寐。不知是哪儿来的小人，竟如此污臣清白，请陛下明察。押上来。凡事有钱，也休怪我不义。李庸，你的人已经招供了，你还有何话要说？李丞相，你还有何话说？陛下，臣有事启奏。自从丞相离京之后，您已经好几日没有递出批复了。陛下，大哥哥，大哥哥，你快想想办法救救朕啊！那个爷爷太难缠了。陛下学我说话即可。不行不行，亚父不许我和他们讲话，我一和他们讲话，亚父就打我。陛下别怕，有大哥哥在呢，没人敢欺负你。真的吗？真的，好孩子都是用来夸的，怎么能打呢？大哥哥，陛下，臣教您一个哄家长之术。陛下，求求您了，您一定要勤政啊！记住了吧？朕记住了。爱卿教训的是，朕今夜就批复奏折。大胆一点，有哥哥在呢。爱卿教训的是，朕今夜就批复奏折，哪怕累死在这龙岸上，玉龙并天，驾鹤西去了，也一定要把这奏折给批复出来。不管怎样，这才是元气皇帝啊！丢我大圣列祖列宗的脸。哼，你可满意啊？哎呀，陛下，您是皇上，您的话就是金口玉言，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呢？您一定要保重龙体呀！微臣失言，微臣有罪，微臣这就告退。哎呀，陛下终于开口了！陛下终于开口了！大哥哥，你真行！哪里呀？是陛下演得好。大哥哥，你真好，只有大哥哥你会夸我。陛下是臣见过的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小孩。但如今，只有陛下您能救臣了。大哥哥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？跟朕说，朕一定帮你。咱们把这皇宫想成镜花楼的舞台，陛下只需像刚刚那样学臣演一出戏即可。演戏？陛下，臣不认识此人。您知道的，陆大将军英勇过人，雄韬武略，又是臣的义子，臣怎会派人杀他，让渊姐姐如此伤心？谁知道你对渊姐姐？求陛下为陆大将军报仇雪恨，严惩凶手。不是。
姐姐是皇后，可朕想保护的明明只有袁姐姐啊！没错，李庸，朕现在就要替袁姐姐治你通敌叛国之罪。陛下，可以了。您该回去休息了。休息啊？可以吗？诸位大人有所不知，陛下遭奸人所害，现如今只有8岁孩童的心智。咱们这位陆长公，竟妄图操控陛下，谋了皇后之位不说，现在还要凭空捏造罪名来污蔑本相。休得胡言！若不是我及时赶到火风堡，他已经夺取了虎豹营的兵权，谋权篡位，做了这大胜的主人。李庸，你此事千万不能外传呐，不能让石壁如此嫌我大圣。妖后，都是你这个妖后！妖后，我杨明啊！罪人妖后，你这个妖后！罪人万年，你要一朝万年呐！陆大哥，这就是你一心想保卫的大圣吗？颠倒黑白，是非不分，凭什么杀害你的凶手可以逍遥法外，害你的人却要遭受如此非议？陆大哥，恐怕这世道只容得下一种做法了，那就是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我不属于这个时代，只有我这样做，你们才不会被牵连，你的命运才会被改变。我已经失去陆氏，我不能再失去你。别担心，我们还有下次，不是吗？10年后上4夜，你一定要好好活着。又有1块碎玉合拢了，只剩2块了。李庸死了，是不是一切都变了？啊！缘起之变的结局还是没有改变，为什么？
宫廷刺杀为什么没有记载？大病一场，只是大病一场而已吗？那夜陆渊为了一己之私，下令全城宵禁，其实是为了阻止李庸潜逃出城。陆渊与元启皇帝无后，他的养子楚同长也并非他扶持的傀儡，而是元启皇帝唯一的侄子，北安王的遗孤。李庸叛国投敌，却被誉为千古贤相；陆渊一生为国，却被冠以妖后之名，凭什么？这种种污名，陆渊，你真的一点儿也不在乎吗？母后，儿臣不解，明明是您扶大杀之将倾，救大圣于贫弱，可百姓非但看不见您的良苦用心，还谣传您贪图享乐，奢靡成性。此般流言蜚语，恐怕会流传于后世。母后为何不愿意澄清呢？居上位者，谋事不谋名。说辞不重要，结果最重要。误解、嘲讽、抹黑，为什么他要承受这些？我不甘心，我一定要改变他的命运。事到如今，我们还有什么可聊的？事情都已经过去了。过去了。你的伤1个月便能痊愈，可陆石之死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忘。你依然认为那是我干的？那都是北猎人的阴谋。我会让全天下都知道，阿石是战死沙场的。他的英勇将会流传后世。李丞相，你不必再伪装了。阿渊，两败俱伤总是下策，不如你我共治大胜，不好吗？如今9国纷乱，为了大局，你的提议我接受。可李丞相是什么样的人，我5年前早已心知肚明。5年前，元启元年，他怎会知道？金黄有玉，3月上巳，平柳路，福不祥。曲水流觞，游春夜，饮佳酿。愿诸位大圣子民，尽福灾厄去，觅得良人归。姐姐，接着，崔公子给我做了首新词，明日便要唱，你帮我改改谱子呗。你就知道临时抱佛脚，今晚来水月阁曲。姐姐最好了。陛下执意举国北伐，正追捕李丞相，
情势危急。羽林卫奉旨达人，闲杂人等速速离开。走走。丞相，干嘛？你们怎能随意搜查？陛下有拿人，岂是你这丫头片子能阻拦的？让开！让开！喂，你们！有血迹。屋里走。二位军爷，这是做什么？门口的血迹是怎么回事？啊，刚刚不小心晃了神，撞碎了花瓶，弄伤了手罢了。姑娘可曾看到过一个30岁左右、腿部有伤的男子啊？男子见了不少，可这腿上有伤的，倒真是没见过。官爷要是不信，可以自己进去搜一搜。都说新皇陛下雷厉风行，想要拿人，又岂是我一个丫头片子可以阻拦的呢？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哎，拉我做什么？啊，原来是陆姑娘，我等有眼无珠，冒犯了，请姑娘恕罪。官爷不搜了。姑娘好好疗伤，切莫动怒，我等这就离开。那就不送二位了。不是，哎呀，干什么呀？让你走你就走什么走啊？不是你干什么呀？咱还得拿人呢。不是你干什么？青花楼卧虎藏龙，你这只跑者再怎么横冲直撞，早晚翘辫子。那也学不得你天天犯怂。猪匪先挨刀，人生要低调。不是，他这个木字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你可知？当今天子名讳啊！丞相慢点，一会儿我替丞相疗伤。阿月，他们为何好像很惧怕你？之前陛下还是太子的时候，就微服来过镜花楼听曲。那一日，陛下希望我随他入宫，可我拒绝了他。他却道：“陆姑娘不必着急拒绝。若你想明白了，可以拿着逐风车，随时入宫找朕。大圣的宫门，永远为陆姑娘打开。”陛下说，这风车便是我的护身符。起初我也不以为意，后来的确是帮我挡了些许麻烦。是吗？你怎的从未与我提过？丞相，这是私事。别再叫我丞相了，先帝已经不在了。可他呢？我为朝廷呕心沥血，现如今不但被革了职，还如丧家犬一般被羽林卫追捕。陛下真的是要大肆征兵，讨伐北列吗？陛下年轻气盛，偏激固执，欲效仿先祖，扬威北境，总以为我等主和派都是一帮老朽怯懦之辈，却不知杀敌1000，自损800。所谓战争，不光是对敌人的战争，更是对我大圣子民的战争。那丞相可还有对策？陆氏与陛下年纪相仿，本就意气相投，再加上他16岁第一次请缨就见奇功，独率800骑深入北列腹地，战敌过半，颇得陛下赏识。现如今恐怕只有他出面劝说，才有转圜的余地。
我已经派人去西南寻他了，只是西南路途遥远，阿时归期未定。丞相，或许我还有一个法子可以面见陛下，说不定能够说服他。这真的只是护身符吗？丞相在此安心养伤，我去取一些上等的药材，去就回。客官，陆姑娘让我前来送药。这么快？啊，得知您负伤，药已经提前备好了。心火已经非烧不可了吗？我该如何向21岁的陆渊解释这一切呢？其实，再次使用玉佩回到圣国时，我已经准备好以一个陌生人的身份出现了。恐怕我已不再是你思念的人，也不再是你曾数次想要舍命相护的人。我翻遍青史一片，书写的红颜，为后复流剑，当千年陈言。我只是没想到，那个人居然会是李庸。那一场碰撞，历千年沧桑，奈何注定被遗忘，世间线缠绕。可我又怎甘心你受着宿命的摆布？执手相看，几度相逢，几度我知你倔强，不惧世间风火乱，想着你风甲，在握住你手掌，你回来了，诉你情深荣光。莫非21岁的你也曾见过我？我回来了。二楼没有发现你，走，交出。是。丞相，快走，万一杨崇和范松再找回来，就麻烦你。站在故事中场，再与你初见模样。你为什么才回来？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？你知道我找了你好久，他们都说没有你这个人，不认识你这个人。你知道你让我等了多久？这个假面，它竟然保存了15年。对不起，我总是让你一直等。没关系，你回来就好。是
真的。你的手没事吧？没什么事儿，都是些皮外伤。来，你好像还是3年前的样子。我该如何将逆向时空之事告诉你呢？不哭了。天降甘霖，万物复苏。3月上巳，今天不是上巳节吗？我带你去个地方。曲水流觞，游春夜。我想到我们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就是在上巳节。像阵地后埋下的微尘，剩一句没出口的吻，谁的就是橙色路远，今后快，就在前面。你为什么带我来这儿？我猜你身在镜花楼，却心系天下，那一定是很喜欢居高临下了。其实，我更喜欢走在街上，就像他们一样，跟自己心爱的人一起平平安安过一个上巳夜。穿上自己喜欢的衣服，见自己心爱的人，衣领完，吃荠菜煮鸡蛋，来逛逛夜市，折一只羊羽，沾上露水，不系去灾。这种事对于我来说没有意义。原来那一日，你说什么？我们现在就去做，好不好？现在就去做。现在时辰太晚了，而且这么重要的仪式也不能随随便便的。反正我们来日方长。我也希望是来日方长，所以我一定要除掉李勇，绝不会让15年后缘起之变的悲剧发生。对了，还有一个事情你没有回答我，你为什么要杀李丞相啊？那你为什么相信他？我与他相识3年，他才学过人，体恤民生，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跟他有这么大的仇恨。你被蒙在鼓里了，你看错他了。不可能。3年前我阿爷过世，是他带着我和阿石来到江都生活。虽然他这一路高升至丞相，但他从来没有忘记过社稷和百姓。他是一个好官。好官？
彼时他还收了阿石做义子，为他在朝中打点，使他雄图得展，报国有能。为了肃清朝堂的不正之风，复兴大圣，丞相将我安插在镜花楼，收集情报，观察各部大臣的言行动向，搜集贪官污吏违法的证据。他提拔陆石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，因为你们对他有用。他一旦发现你们没那么听话，他翻脸比翻书还快。他一个勾结北烈的小人，你怎么能相信他呢？他不可能勾结北烈，这些年他的消息渠道，没有人比我更加清楚。他绝对不可能勾结北烈。是，就算他现在没有勾结，不久的将来他也会这么做。不久的将来，所以你是将一个未发生的罪名扣在一个没有犯过错的人身上。如果我非要杀他，沈不言，3年前你一走，从未给我带来过只言片语。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杀李丞相。你有想过这3年我是怎么过的吗？你有问过我的感受吗？陆渊，陆渊，是你告诉我，凡事要讲究证据，要依大圣之法。可是现在你并没有证据，你还要污人清白，私下杀人。此中缘由复杂，我一时难以解释。沈不言，再次见到你，我心中真的万分欢喜。可是你现在让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我自己一厢情愿罢了。如果你执意要杀他，我们就此别过。陆渊，沈不言，你真可恶，让我等了这么久，太可恶了。不对，他是明事理的人，这其中肯定有什么误会。如果你执意要杀他，我们就此别过。可我若不杀他，该怎么拯救未来的你呢？可他当年也不能说走就走，一点儿也不坦诚。可说不定他有什么难言之隐呢？我既不想你现在伤心，又怕你将来难过。若次次重逢须隔数年，声声再见又皆是诀别，这对满心欢喜的你来说，是否太残忍了呢？我终于明白，上一次你为何要瞒着我了。难言之隐。要是能带你回现代就好了，远离这些是非。对呀，我只要阻止陆渊进宫，只要带他离开江都城，那后面的一切都不会发生了。只要他愿意跟我走。
消失这么久，这点小花招就想让我原谅你，想得美。都这么晚了，沈公子弄这些有的没的，还不如早点休息了吧。你消失的这3年，对谁都是这般的花言巧语吗？我可不信，我见你，见到我也没那么高兴啊。那你这次回来还走吗？陆远，你放手！放手！对不起。放手！对不起。放手！对不起，我让你放手！放手！我不走了。我们回南梦湖吧。昨天上巳节我太扫兴了，明日咱们回南梦湖踏青，我给你补过个节日，好不好？你怎么会突然？你不想回家看看吗？以后每个上巳节，我都陪你好好过。你要说话算话。小姐，陛下已经收下主风车了。陛下是答应见我了。15日后，镜花楼，陛下会来听您演奏箜篌。阿诗归期未定，说服陛下在此一举。若真的是全民皆兵，大举北伐，以圣国现在的国力，必定会是一场浩劫。可是小姐，陛下之前就有意让您入宫，我怕这次……好了，切记，不许跟沈公子说一个字。是。一华，现在这么体贴，早干嘛去了？一华，你们家小姐可说过喜欢什么样的人吗？我家小姐的如意郎君嘛，自然是才貌双全，孔武有力，上得厅堂，下得厨房。像你这种文文弱弱，还动不动失踪的坏男人，你说的可当真？
当然啦，我们家小姐什么都跟我说。小姐，我们到了。来，陆渊。我一定会让你留在这里。我们结庐南梦湖，从此不问世事，远离纷争。自从去了江都，每年只有清明节才能回来。这次与你一起，感觉好像什么都没有变过。却又好像什么都变了。抓到了！我抓到了！干完活那么久了，肚子都饿了，你慢死了。这还慢？你看2条大鱼呢。想把小姐从我手里抢走，门儿都没有。哎，不是，什么时候成你家小姐了？我们两情相悦的事儿，之前一直是我陪着小姐的。你在哪儿？我，之前是你，之后就是我了。走着瞧。最顶级的食材啊，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。最普通的草鱼，往往需要最得劲的调料。你这口味太重了吧？和葱。你是魔鬼吧？香菜。那香菜放了还能吃吗？还有酱料。啊，这是我带的盘子，不给你用。哎，小姐，快尝尝。尝尝我的。我给小姐做了这么久的饭，怎么可能不知道她最喜欢吃什么？怎么样？小姐，这可是镜花楼大厨的秘方，还有你最喜欢吃的香菜。虽然镜花楼的饭菜精致可口，但是我更喜欢南梦湖的粗茶淡饭，更有生活气息。小姐真偏心，你做的也不错啊。粗茶淡饭，看来陆渊是愿意留在南梦湖的。他不会成为我记忆中的那个陆长公。没有那么多东西需要他背负，更不会被皇后之位所累。陆渊就是陆渊而已。我们就这样长长久久的生活下去。我们不居高临下，我们就走在街上，正如你希望的那样。这里僻静清幽，风景绝佳。要是能多棵花树，就更添色彩了。沈公子，你忘了，这里原来是有棵花树的呀。当年我们搬去江都，家中无人看管，
小姐就把花束给移走了。哦，时间太久了，我一时忘记了。沈公子，我们这是要干什么呀？许愿祈福啊。南梦湖也没什么寺庙道观，如何祈福啊？挂牌许愿不是圣国自古流传的习俗吗？可我们从未听说过有这种习俗啊。啊？挂牌许愿啊，是九国时期流传的习俗。许个愿吧，5元一次。沈先生，您也要许愿吗？不用了，我从来不信这些。这景点营销手段有点过分了吧？古代没这个习俗啊。沈公子，你在嘀咕什么呢？哦，这就是个节日仪式，我出游的时候见过，有的地方还要银子呢。许愿还要收银两，那愿望没实现的话，会把银两退回来吗？心诚则灵，这就是个念想。给。小姐，你准备写什么？不能说，写好了之后要高高挂起，谁都不能看，挂得越高，挂得越久，愿望才越可能实现。这样啊。愿陆大哥早日成为大将军。我的大将军。你转过去。我不看。我要改变陆渊的命运。他会和我许一样的愿望吗？我们一直走下去。是丞相啊，这里人多眼杂，我们进去说话。陆渊为何不在水月阁？我不是让你盯着他吗？陆姐姐她回老家了。都这个节骨眼了，她怎么还回老家？得知陛下10日后前来，她说是要抓紧时间去踏青。上巳节嘛。和心爱之人踏青乃是常事。心爱之人？我被革职、被追捕、被刺杀，他和心爱之人去踏青？此人是谁？正是当日刺杀丞相之人。岂有此理！丞相莫急，得知陛下提前来镜花楼，我已飞鸽传书，让姐姐回来。陆姐姐识大体，定会日夜兼程的赶回，绝不误了大事。那人是什么来路？这妾身还真不知道。不过听以华姑娘说，她是世间仅有的一个能让陆姐姐魂牵梦萦、分寸大乱、奋不顾身之人。他想做的事，纵是匪夷所思，陆姐姐也欣然相陪；他想去的地方，纵是碧落黄泉，陆姐姐也欣然奔赴。出去！丞相息怒，其实妾身也觉得陆姐姐此举甚为不妥。日后丞相若是有用得着妾身的地方，大可以直接让妾身去做，又何必要让陆姐姐？我让你出去！妾身告退。
想不到丞相落魄至此，还有这么大的威风呢。你怎么又来了？我说过，我们绝不可能合作。话不要说得太满。李丞相，我想跟你打个赌。什么赌？就赌看看谁能让你李庸官复原职，或者更上一层楼。是你养的那对陆氏姐弟呢，还是我这个北烈的朋友？哎，来吧，就让我看看你许了什么愿望，好对症下药。陛下，元启皇帝，难道他此时还抱有正常心智？莫非这就是元启元年陆渊进宫的真正原因？你怎么了？昨晚没睡好，方才吹错了几个音。可我能从你的错音里面听出你有心事。什么？是你告诉我的。宫、商、角、清绝、止、语、变宫，每个错音之间都只是这《诗经》上的某一个位置。你是说，从错音里传出信息？不过听你的错音无可寻迹，没有什么意义，可能只是心不在焉罢了。是。干嘛？有情才能饮水饱，我饿不是很正常吗？我先去做饭去了。那你到底在想什么呀？我想问问你，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？我想要简单、快乐、自由，不求大富大贵，有家人相伴相守，那便是我想要的生活。家人。你、以华、陆石，都是我的家人。那你呢？我从小就没见过父母，从上学开始，就想着如何赚钱，如何报答院长。但钱这个东西是赚不够的，你赚了一点，就会想赚更多。所以我从来没有机会去想自己想过什么样的生活。直到遇见了你，生活这个词对于我来说才变得具象化。我所构想的美好生活里，处处都有你。在南梦湖的这几日，你开心吗？当然开心。短短几日，让我想起了18岁那年的无数朝夕。那我们不回江都了，就留在此处，长此以往的快意下去。
你在江都可是有事未了？重要吗？重要。若了结此事呢？你说什么？若陛下听了你的劝，不再穷兵黩武、大肆北伐，你是否愿意离开镜花楼，离开江都，与我结庐南梦湖，相守下去？你怎么知道这件事的？陛下的新政我都听说了。若非此事，你为何要找他？此事关乎圣国万千百姓，且李丞相对我陆家有恩，于公于私，我都应该阻止陛下的行为。若我能了结此事呢？你有想好什么对策吗？你只需相信我便可。还是刚才的问题，你愿意吗？那怎么能轻易答应你呢？你到底想好什么对策了吗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，这叫磨刀不误砍柴工。刀？难道你是要用这个去刺杀陛下？我都答应你了，不用暴力解决问题，你怎么总带偏见看我？你这个人呢，总是不按章法，有一些奇奇怪怪的点子，我哪里猜得透你啊？带回江都，我与你细细道来。穆公子，已经清场了，陆姑娘正在大堂内等候。你俩在门口守着，本公子与陆姑娘相处期间，不准任何人打搅。大胆！公子恕罪，公子恕罪。穆公子大人有大量，千万不要跟他一般计较。算了，滚！谢谢公子，谢谢公子。陆姑娘，朕来赴约了。朕来镜花楼赏的是陆姑娘的箜篌，这算怎么回事？此曲需要箜篌与竹笛合奏，方得佳境。望陛下成全。若朕偏不呢？听曲如临朝，不同的乐器，不同的音色，偏听则暗，兼听则明。陛下是明君，定会成全的。开始吧。听闻此曲，
是否让陛下想起了童年往事？景平20年，陛下随先帝赴乌州，栽下了一棵灵树，祈求风调雨顺。景平24年，陛下救助了临南整个余家村的灾民，帮助他们熬过了灾荒。景平26年，陛下在利州修建了青云桥，惠民利民，百姓人人称颂。还是景平26年，陛下结识了一名叫做小田的女子，见她写诗书，陛下便将藏书阁所有的诗书典籍都誊抄赠她。这不仅是陛下慷慨大方，更是改变了全天下有学识的女子在世俗眼中的模样。景平30年，北境火风暴临下。先帝不甘圣国疆土在自己手中缩减，竟转而大肆侵略南方楚国土地。云州之战，阵亡将士5214人；峡州之战，阵亡将士16930人；莽州之战，阵亡将士100991人。从此，国力一蹶不振。陛下恐怕还不知道，其实小田就是楚国人。余家村的男丁无一生还，青云桥被逃亡的饥民踩踏，他们逃到了乌州，为了果腹，啃食了陛下的灵书。别走了！你们如此煞费苦心，是为何意？你们这是要反了天不成？陛下不知何意，为何会落泪？义士战是为勇士安。天下9国本就是弱肉强食，唯有强国才有立足之地。上兵伐谋，其次伐交，其次伐兵，其下攻城。这么古老的道理，陛下怎会不知？这句话早传了数千年，早已变得迂腐不堪。伐谋伐交只是完全弄术罢了，朕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力量。陛下求新求变是好心，可若是全民皆兵，是否过于激进了？好，那你告诉朕，先帝给朕留下这样一个烂摊子，如果朕不冒险以攻为守，难道朕要坐以待毙不成？可是陛下，强国是不会让百姓涂炭的。您看到的永远是一纸奏折，是冰冷的数字，您连家禽的尸体都未曾见过。您可知道，您的一句话会让多少百姓死去？原来门口那只鸡是你们故意杀给朕看的。今晨一只猎狗闯入了鸡舍，鸡为了拼命护住自己的蛋，结果被猎狗咬死了。真是辛苦你们绕了这么大的圈子。好，打也不是，不打也不是，那你给朕说一个两全之策。陛下，在下有疑问，陛下可能回答。说说看。若一个身穿铁甲、手握利剑的士兵，与50个老弱病残决斗，谁胜？数量过于悬殊，肯定是50人胜。陛下，请看。
好了好了，你们一个接着一个敲，难道是想把石头敲碎不成？再多的鸡蛋，也敲不碎这石头。以卵击石如何能成？是啊，以卵击石，如何能成？陛下，家禽尚且护子，您是打算用百姓的命去以卵击石吗？陛下，与其全民皆兵，以数量战胜北列，何不好好想想如何打造一支所向披靡的精兵，以功绩取胜？功绩取胜？何为功绩？又如何取胜？为何从未有人与朕提过？新的东西，新的东西。说得好。来人呐，记下来。先生，快快请。先生，快快坐。快说说，何谓功绩？陛下，请看。50人手无寸铁，唯1人有装备，这装备便是功绩。陛下，您改良了剑的尺寸，使敌人无法近身；打磨了剑锋，使之吹毛断发，这便是提升了功绩。先进的功绩可以帮助陛下您以1敌百，让敌人敬而远之。可这强击之下，但也难保全吧？啊！力量也分软硬，所以不仅要有坚硬的力量，还要有充实的思想。哦，什么意思？敢问陛下，何为一统天下？一统天下，自然是占领各国的土地，收服各国的子民。那若此国上下读的依旧是此国之典籍，用的依旧是此国之文字，穿的依旧是此国之衣裳，陛下觉得他们真的算是圣国人吗？没想到这小子有点见识。若圣国文化足够强大，也能以天下归心。先生，此话真是闻所未闻啊！都给朕记下来，一个字都不准差。是，再抄100份，下发各部研读。是。软硬实力皆不输人，所谓强国，大概如此了。先生高论，我大圣就缺你这样的青年才俊，而不是那些迂腐的老顽固。陛下谬赞了，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。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很多也是智理，陛下切不可一味否定啊。先生贵姓？在下沈不言。我大圣正空缺丞相之位，不如就由你来做吧。陛下，这太草率了吧？草率什么？朕就是如此，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。再说，你比那李庸不知道好多少倍，朕就要你。陛下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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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朕意已决，你再推辞，那就是抗旨了。这些年来，我为圣国所做的一切，竟抵不过他的3言2语。我所坚守的一切，究竟还有什么意义？陛下，陆姑娘，朕今天还给你带了一件特别的礼物。
一华。没事吧？没什么。刚才怎么了？就是突然有种奇怪的感觉，好像你……我怎么了？没什么。骆大哥，云州山高路远，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江都了？啊，我本就在回城的路上，刚好遇见了义父的信差。我义父可安好，我阿姐呢？放心吧，小姐自有妙招，正在镜花楼空侯献策呢。什么？我阿姐未免想得太过简单了些。我与陛下是故交，他这个人固执又暴躁，敢跟他唱反调的人都没有好下场。陛下是不是拿错了？你还记得朕赠你逐风车的那一日吗？若你想明白了，可以拿着逐风车随时入宫找朕。大圣的宫门永远为陆姑娘打开。自那一日起，朕便心中笃定，若朕继承大统，你便是朕的皇后。陛下，陆渊何德何……君无戏言，陛下。丞相，你的事我们等会儿再说。云州都尉陆石求见陛下。阿石，陆石，朕的陆将军回来了。哎，起来。陛下，这有违君臣之礼。什么君臣之礼？朕不在乎。陆将军，自你立功之后就被父皇派去镇守西南了，朕是为你愤愤不平。西南清闲，岂是你陆石的用武之地？那不是埋没人才吗？瞧瞧，2年不见，你都发福了。陛下言重了，镇守边关也是为国尽忠，这是陆石的荣幸。朕知道你此次前来是为何意，朕已决意暂不北伐。真的吗？陛下圣明。来，朕跟你说过了，你我之间无需行君臣之礼。再说了，我们很快就是一家人了。一家人？陛下的意思是？起来吧，起来！朕和别的皇帝不一样，心悦一人，并非一朝一夕。朕决定的事情就绝不会改变。陆姑娘，你且拿着皇后的信物。若有朝一日你想通了，可以随时入宫找朕。如你一时不来，朕便一时不去。陛下，我已有逐风车为凭，这凤牌望陛下收回成命。况且我已有心悦之人。你且拿着皇后信物，逐风车便还我吧。陛下，好了，不用说了，朕不想听。
酒伤身。好了，都不用送了。陆石，你过来。陛下，朕想打造一支所向披靡的汉军，你可办得到？如何才算所向披靡？迅捷如豹，凶猛如虎，以一敌百，为我大圣之利剑，令人闻风丧胆。如北烈追风营那般？不，要远超追风营。陛下，臣早有此意。如此，大圣便兴国有望了。朕知道，火风堡一直是你的心病。等练成之日，你有信心收复失地吗？臣定不辱使命。好样的！杨崇、范松听令。末将在。从今日起，你们带着羽林卫，跟随陆将军在彩云礁练兵。沈丞相那个鸡蛋铠甲没有圣国特色，这铠甲须得有我大圣信仰之虎豹图样。虎豹之师成军之日，你，陆石，便是朕的大将军。陛下，不要推辞。朕今天听了太多推辞了，听得头脊都快反了。阿元，方才之事，你可好好再想想。好了，都回去吧。阿锦、野花，我还有要事在身，就先不陪你们了。早点回来。杨抽、范松，走。那我先去做饭啦。哎，啊，那些鸡蛋别忘了炒饭啊。那是自然。别浪费了嘛。风波平息了，你的心事也该了了吧？是啊，希望陛下能做一个圣明的君王，这样我们俩就可以结庐南梦，过逍遥自在的生活。赵启龙，不好，陛下有危险！何人擅闯宫门？你看这凤牌，我二人是陛下御史，刚在宫外办完差。啊，大人们请进。你确定马车夫是北猎人？华成辉我都认得，前面就是寝殿了。你之前来过皇宫吗？没有，我瞎猜的。还真是这儿。陛下不像有事。不好！陛下！陛下！陛下！什么味儿啊？这好像是梦幽草。梦幽草是什么？就是长在北猎的一种醒神草，一般人用只会亢奋，若犯有头疾，便是致命的。你这是做什么？急救的法子。别管了，你快去叫太医。快啊！不好，沈不言，怎么了？是李丞相和那个北猎人。
下有惊天伟地之才，居于人臣，甚至居于人臣而不得，不冤吗？李某不喜欢拐弯抹角。北烈不过是希望圣国在有能人之手，两国结成兄弟之好，永不再战。你当真以为我不知你们的狼子野心吗？此话差矣。孤狼难活呀。当今九国乱局，北烈预谋霸业，自然是需要盟友的。这是北烈皇帝的亲笔书。什么意思？元启皇帝不好对付，可他唯一的兄弟北安王却在我们手中。杀了元启皇帝，再扶北安王这个傀儡上位，一切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？既然是盟友，就要有来有往，互相帮助。今后圣国的军政要事，还要多多仰仗未来的圣王呢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什么味儿？这好像是梦幽草。梦幽草是什么？就是长在北烈的一种醒神草，一般人用只会亢奋，若犯有头疾，便是致命的。你这是做什么？急救的法子。哎呀，别管了，你快去叫太医，快啊！不好，沈不言，怎么了？是李丞相和那个北烈人。丞相，北烈承诺你的全都兑现了，将来还请多多关照。他在矫诏。陛下，臣罪该万死，罪该万死。陛下，陛下，大夫，你有看到我父皇吗？
陛下，你说什么？父皇说好要过来陪我玩的，你有看到他吗？父皇，陛下说的是先帝。先帝？谁是先帝啊？先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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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陛下。先帝，先帝啊！陛下来，来。陛下可还认得臣是谁？你是太傅。父皇说了，太傅就是师傅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亚父。看来他心智失常，以为自己还在孩提时期。我把他当作傀儡皇帝，岂不是比北安王更好？是，对，亚父，自然是仅次于父皇。陛下，你以后都要听臣的，知道了吗？哦，那父皇什么时候回来啊？我乖乖听亚父话，父皇他会夸奖我吗？当然，但是你父皇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。他让臣代为处理朝政，这样，陛下以后就可以无忧无虑的玩乐了。真的吗？当然。太好了，亚父，我们现在就去玩吧。好，陛下，臣陪你玩。走。朝廷的事，自有朝廷的人去解决。你我不过平头百姓，能力有限，能掌握好自己的命运就已经很不错了。小心！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我的玉佩呢？在这儿，还好没有摔坏。你哪来的这玉佩啊？你说什么？难道陆渊曾与我说过这玉佩的来历？我与你分开这几年，经历了很多，有些事记不清了。你再跟我讲讲。这玉佩，你当真不记得？它对你有什么特殊含义吗？鱼在水中游，是为也是头。往事已成空，还如银梦中。原来那一夜你梦中的呓语，竟全都是真的。你可以不记得家中的那棵玉兰树，却无论如何，也不可能忘记这块玉佩。你我之间，真的注定陌路吗？谁？是我，李丞相。阿渊，出大事了，快让我进去。阿渊，丞相所为何事？陛下今日是否来了镜花楼听曲？是。刚刚有人在巷子里发现了一具尸体，是宫里的车夫。想来今夜送陛下回宫的是北猎人。北猎人？没错，
他们在马车里点了醒神草，引得陛下投机复发。那陛下……幸亏我发现及时，保住了陛下性命，但却心智失常，状如孩童。那朝堂岂不是要乱作一团？绝不能让大臣们知道这件事。陛下没有子嗣，唯一的弟弟维安王又在北烈手中，国不可一日无君。若此事败露，大圣就完了。那丞相还有对策吗？并非我贪恋丞相之位，如今之计，唯有瞒天过海，再谋出路。瞒天过海。我此来学你，就是希望你能来帮我。除了你，我再无可信之人了。丞相想要我怎么做？连夜进宫，做御前长工，专门负责照料陛下的起居和日常，而我负责政令外出。如此，可保大圣衣食无虞。我若伏低做小，慢慢培养自己的力量，或许能保陛下性命，有朝一日也能将他的恶行公诸于世。阿元，一入宫门深似海，为免节外生枝，你与那人也必须一刀两断。但一切都是为了大圣，为了百姓，为了陛下与先帝未竟之复兴大业，好吗？一切谨遵丞相安排。昔我已杨柳依，今我来思。雨雪霏霏。小姐，你当真要进宫吗？不要去。我知道，你想要制衡李庸，你想要保住陛下的性命，但你知道你这样做，你会死的。我早就死了，不是吗？对你来说，我不过是史书上寥寥几笔的陌生人罢了。你是否想说，你爱上了一个人，却不能与他长相厮守，不是因为外界的桎梏，也不是因为他不爱你，只是因为他的过去是你的未来，只是因为我来自很遥远的地方，只是这个时代的匆匆过客。只是因为我们走向不同的方向。我该走了。不要走。你既知晓，那我便一五一十的把未来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你。不必了。若我的命运已成定局，不告诉我，反而是一种仁慈。至少我还有所期盼。真的没办法改变了吗？你早就知道了，
沈公子，珍重。那你这次回来还走吗？我不走了，以后每个上巳节我都陪你好好过。你是否愿意离开镜花楼，离开江都，与我结庐南梦湖，相守下去？雨华，到皇宫了吗？雨华，雨华，沈不言，怎么是你啊？沈公子，我希望你能给小姐琴瑟和鸣，闲云野鹤的一生。我希望小姐永远幸福。小姐，你一定要幸福。为何要干受命运的摆布？你就不能自私一点吗？就不能有自己的愿望吗？我真不知道你们这些古人在想什么。一个国家的命运，为什么非要由你来背负？我们远离朝堂，到世外桃源共度一生，不好吗？这天下与你何干啊？沈公子，你之前问我是否愿意与你结庐南梦湖，我现在回答你，我想，非常、非常、非常的想。那是一个哪怕想想也足以温暖一生的美梦。可我若是为了一己私欲，与你隐居南梦湖，那千纸里云，昭雪沉冤之事就没有人会去做。我不知道你那个时代的人们会如何选择，但这便是一个生活在缘起元年、胜过平凡女子的答案。也许我和你身上都有不同的使命，带着不同的使命走向不同的方向。未来我们还会遇见，但请沈公子一定不要试图阻止我。我转身逆流而上，祝你的接盘。对不起，与你相见的每一次，我想的都是如何去改变那一夜，从来没给过你真正的温暖和陪伴。再也等不到执手相看。好了，明年咱们还要一起过上巳节呢，不就是进宫吗？我陪你。你别忘了，我可是陛下特封的沈丞相。当然了，
为了不打草惊蛇，这丞相之位嘛，我暂时让给李庸。我想想，我进宫之后干嘛？是，御厨。沈公子，当真愿与我一起求于这深宫之中？当然了，只要能陪着你，干什么都行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只要与你一起，让我干什么都行。再与你初见模样。那让本长公想想，要你做一个什么好呢？有了，沈公子不如做一个起居郎怎么样？沈先生，你快醒醒！沈公子，没事，刚被雷吓了一跳。我想好了，有你陪着，我什么都不怕。等到时候推翻李庸，昭雪真相，我们就一起解路南梦湖。然后过我们自己想过的生活，好不好？是现在。上不下，再次出战，150斤了，不可以。沈不言，再次出战，200斤，再次出战。沈不言。怎么停了？沈不言，听大雨凛冽，梦忽然失约，是谁匆匆展翅行阶？偶然梦惊烟雨未歇。愿地上我一切，重逢你一瞥，不知初见，已是诀别。凝望着你背影，不忘却。溯回前尘那一刻，才能逃出因果，又一次擦肩过。隔着千年做场梦，梦醒来看不破。溯回遇上那一刻，再将你手紧握。